我现在蒸的这个是陕西凉皮，然后这个都是纯手工制作的，它是用面粉做的，因为我们陕西那边种小麦不种水稻，所以跟台湾的客家板条有点不一样。客家板条呢，它是用再来米做的，对，啊，这个呢比较 Q， 对。对，因为明早上有人订的话，很早的话，那我就会晚上做。如果说早上没有人订，那我就早上做。对，因为早上还要做炖汤啊，做其他的包馄饨、水饺什么，一下子没有办法说什么都早上做。然后还有就是早上现做的呢，如果当时客人要来吃，它就比较软一点，因为它是热的。凉皮它凉了，它会更 Q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佩薇，来自中国江苏。现在我跟我老公在花莲云宇开了一家小吃店。我们店里主打的美食是陕西凉皮，没有吃过的想尝鲜的朋友，欢迎来云宇哦。啊，我女儿12岁了，上国一，放假的时候啊都会帮忙。她要赚她的零花钱啊，还要交她的跳舞的补习班的费用啊，她要自己赚的。我们这间店一般的平时都是我们一家3口在做，那我主内，老公主外。我主要的顾店，然后准备料，那老公主要的顾鸡舍，然后种菜。然后女儿会帮忙洗碗，帮忙算钱。这个是玉里面干的。好。这个面不能煮太久，因为它是熟的，就是给它稍微烫一下就好。小菜是2号做的是吗？对，这是120。哦，这个几号的？5号的。好，要吃完再付。这家店是我开的第2家店，对。那我第1家店的话是开了南京鸭血粉丝。那为什么做南京鸭血粉丝？是因为我是江苏人。那鸭血粉丝是我们南京的地方的特色小吃。南京鸭血粉丝里面的配料就是鸭肠、鸭胗、鸭肝这3种。豆干、卤蛋切100。来，这边要自己夹哈。哎，吃多少拿多少。改建我都不怎么同意了，因为改建做的东西哈，一般按你推翻因某些的东西，应该按照南京鸭血粉丝啊，甲地图拢用个鸡的内脏啊，按推翻因某些干的东西，所以我才讲干东西伊无可摸好。我没有开之前，他叫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结果我还是坚持把它开下来。对，真的是台湾人不怎么爱吃内脏了。后来我们就坚持了2年，因为房东他要把房子卖掉。后来我想说，那平时都没有什么客人，然后我老公就想说，那趁着这个机会就休息吧。我后来我心肝肚面都较伤啦哦，啊转来吼，因为做生意掠部分的，按你掠东我袂做，我都补的就会无掠像按掠做小吃生意，根本啊，不是命苦，不是命苦啦，不是命苦，就是想讲啊，某多人学一点经验也好啊，明白？哦，啊，真紧动调甲魔法图甲长啊去了，长秀去了样都咧。我学校毕业出来之后的第1份工作是在我哥哥公司。
对，在工厂里面做，因为我这个性格是比较外向的，我不喜欢被人管理的那种。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我去浙江地区，然后去玩，然后看到上岛咖啡怎么每个宾馆的下面都有上岛咖啡。后来我就去验证，我也是从见习生、服务生做起来的，不是说我一进去就是管理者，也是要通过一层一层的考试，对，然后做到经理这样子。大碗的话可以啊，那你就再加1碗面的量，就是好，那我们就好，那就100中纳哈，好。因为有经历过，才知道说怎么样开始来开一家店。为什么我店里的东西都是很简洁的？因为我老公就跟我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台湾跟你们大陆不一样，因为大陆是你要装修的很豪华、很漂亮，他才会觉得有面子，才会进去吃。可是，在台湾就不一样啊，哪怕你是路边摊，只要你好吃，哪怕总统他都会去吃。对，所以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。后来，那我就说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刚开始回来经济有限，那我们做简洁就好。你老公都会帮你，怎么应该没看到他？昨天抓了小鸡，我老公现在在鸡舍，然后在菜园浇水，然后还要喂鸡，可能等一下就会回来了。遐番薯大把韩国蒙菜，还有那韭菜、葱诶，热天的菜是重要问题呐。还有改变，还有对那个龙须菜，因为热天的菜吼嘛冬末种啊，你种了钓菜吼，葱咧还冇食，所以我哋唔是种作嘅，所以因它食了当安全啦。开店了，才学种菜啦。因为龙应该本身就了用力了吼，去后摆后上架吼，这个就种菜卖啊，所以我种那个吼，就多多少少就够养。了菜了很嫩的脱脱啊，银黑色啊，剩的了都本钙色啦。做循环了，然后它的排泄物就给它吃。我养这个鸡就是给客人卖给客人吃的、啊。鸡好不好吃哈，其实它吃的东西最重要。啊，我这个鸡就是自己家种的啦，菜用不完的啦。你嘛该就是，我俩该熟出来吼，而且有6年了，6年吼，我若拿红因来气候那来买因红因吼，我算唔好啦。我即个一拿来用炖汤红因，我即个人算会好。我时间按错，我食的东西按多，该吃不吃啦。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一只好处就是讲，我这个就快面店的嘛，吼，上来就得收集一些客人没有吃完的面，哦，来倒落去。因那本该是也还要讲究啊，因为现在疫情时间有没有？我也是很怕那个鸡有没有？人吃一吃嘛，那个唾液会感染啊。我收摊的时候，我手淡干下无，我就该冻扫痛无，我就躲来捅一白杨面，先消毒一下，第二天就拿给自己吃这样。对，俩行业商挑白。日本四腿家哦，你像爱讲挑白过来家，爱讲机系都迅速出色哦，因为这阵拢就结拜向去啦，因为这个安尼像安尼行业吼，这阵都会抽到贵村过来两片。刚才就我们电影办是得到的资讯说，花莲玉里这个地方有没有哈？
有很好的那个地，很适合种田啊。啊，汉阴都提为总天林啊，所以说他们就会结群，然后过来。就是说，虽然我们认识的不是亲戚，但是他们好像都有结拜，就是贵圈狗那路出来都降阴气福安阴啦，安像遐都是特别的萝卜啊，遐迄个遐系饲料啦，60年到70年做唔去啊，改片改好，下架萝卜真大的进步啊，改差不多几百年就咧，做唔去咧，一天就几百年咧。来这边比，在这边。那我的主打凉皮，凉皮每天都是限量的，对。这些是一些配菜。这个是我做的辣油，它是有中药的成分在里面，它属于养生的。然后这个是香油，这些都是磨成粉的中药粉。这个汤汁也是一样，是用23种的中药熬的。这个就是陕西凉皮。陕西凉皮是我们陕西地方的一个特色小吃。那在秦始皇时期的时候，它是用隔水加热，然后用托盘这样子，然后做出来，透明的，然后 Q 度很 Q。秦始皇第一次吃的时候就爱上了。为什么想要做吃的？是因为人都离不开吃。那什么赚钱的方式是最快的？在玉里这个乡下的地方，我曾经考虑过要开咖啡厅，可是第一个，这边呢都是老人家跟小孩居多，他们真正的消费的话，你说在当地这边喝个咖啡，其实也很少的。所以我们这边我也观察了一下，这边咖啡厅也有几个都没有做起来。后来就是那间店关了之后，然后我就回大陆。然后就去我姐夫的妈妈的店里面去看他们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哎呦，很多台湾人爱吃，都去吃。后来就跟我那个婶婶就讲说，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学？然后我学了3个月，我刚开始在蒸的时候啊，常常被烫到，然后还有就是一边很厚，这边很，因为它的蒸汽很快，它那个就是要速度的。然后如果说你火小的话，它都会裂开，你就做不成功。刚开始失败很多，一边厚一边还没有弄到，对。我刚开始从大陆学了回来的时候，我没有马上开这间店，我去对面就业中心去找工作。何家欢新住民协会的理事长，他看到我回来，那个时候女儿推着推车啊在散步。他说：“海卫，你回来要不要找工作？”他说：“火车站正要找一个扩大就业的。”他说：“做半年的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那我就去做看看。”然后他是6日休息，站长他们对我也很不错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不要吃凉皮？”他说：“什么叫陕西凉皮？那你做过来我们吃看看。”对，然后他们说：“不错吃我比那个板条还 Q 对，然后我才有信心，才有做，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做。可是我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呢，还是有很多人不看好的，都会在背后都会讲，他呀开呀不到3个月就会关了啦。那被我听到之后，我就说，那我就做给你看。你好，你们第一次吃我们的凉皮吗？对。那你觉得它的口感怎么样？因为一家店要做起来，你肯定要问客人，这个口味适不适合这边的人？那我是不是要有改进的地方？对，所以我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啊，我每一桌客人，不
管他全部吃光的，然后没有吃光的，没有吃完的，我都会问他们，哎，这个口味适合你们，你们是不是第一次吃到凉皮？到目前为止，我开9年半咯，还有很多的本地客人还不知道我这间店的，也有。然后因为大家来玉里都是要吃玉里面，然后对凉皮还是很陌生的，他们以为说凉皮就是板条啊，那平时其他地方也吃得到，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对。上齐咯。让你分饲因10年的因下扫，你从了到行因吼，13因差不多2-3，除非都该龙因甲毛甲毛牙齿的吼，啊叫像阿毛性面啊，毛一般去都毛食面。要冻脚咬啊，去送啊鱼天虹甲锄头啊拍2-3下，就拄时咬的，去性面，去就毛食啦，去都以前就吃破啦面啦。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的话，我们都要自己养的鸡，你在包括市场你都看不到像这样的鸡肉，对，它比较甜，而且我们的鸡都是要6个月我们才会去屠宰它，才会杀。那我们的鸡肉它吃起来不会柴的，它是很甜很 Q 的，所以我的食材都坚持我们自己的。那鸡汤如果说我这一批鸡没有了，我之前就有去市场买过一次，然后我的客人就说，老板娘今天的鸡汤跟以前喝的不一样，柴的不好吃，然后甜度也没有。后来我老公说，既然有客人这样子反应，好，那我们没有了，我们就不卖。然后这3个是木瓜当归鸡，好，谢谢。不要香菇的呢？对啊。看谁没有吃木瓜的？木瓜好吃啊。没有问题。不辣，然后好像就阿妈，我去上课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要小心看车子啊。哦，好。因为他自己喜欢跳舞，因为他3岁的时候啊，我就给他学跳芭蕾跟民族，然后跳了3年。然后跳的也都很不错，也常常出去表演。后来到了2年级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好像又比较更喜欢街舞这一块。然后没有想到他跳了半年哦，他就可以出去比赛，第1次到花莲比赛去冠军。他从小他就想要考表演艺术系，那他自己想要的我们就支持他。对，但是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功课不能落下，其他的都可以说。对。向后抬走，1、2，重在后，5、6，向前抬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点踏走。6年级那时候，我深夜睡不着，我会开始问自己说，我想要干嘛？然后我就想到说，我想要做一位演员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立志想成为一位演员或是一位跳舞的人。有上过就是表演艺术的课，然后学校也有教。我高中也想要往这些方面去继续走下去，这样。7走1、2 3、4 5、6点走1、2、3 4 5 6 7 8。教育理念我跟我老公有点不一样，老公的理念就是给他自由发挥，然后不要去说给他一定的框架，那我就是看他喜欢什么，对，然后就尽量去培养他。那我有我的计划，对，我就尽量的支持他，对。那爸爸就是顺其自然，不要说以后要做新妈呀或怎么样的，不要这种心态，对。左脚向前，看往贴式。好，然后你踢完之后，手不要这样子，手不要这样。
对对对，来，小水书友走。我对小孩子的教育理念哦，还是开放式的啦。啊，囡仔就各自来学吼，我就分去学啦。啊，但是我就在教授讲，你根本你的学嘛是拢唔怕，但是你要用心让爱学，啊，钱不要浪费掉这样，我生囡仔吼，我就会分，囡仔会学，我就一定分去学。哦，你分去可能啊，他去了解，就是好像做什么事比较大方一点，不会说啊你如果没有让他出去我不会安心去这样吼，嘛该这么地啊，所以说在学习各方面哈，他就会稍微不懂这样子。他现在是还小啦，哈，他出了社会哈，你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了，他会往到哪一途，你都不知道啦，你拢唔知啊，所以爱教育生囡仔，其实点你用办做拢得，你做唔得拿学牌，你就是俩到学牌2天，这个我绝对不允许的，我是不允许。我觉得台风很稳，可能从小就开始参加一些比赛，然后有点经验了。为了女儿表演啊，然后比赛呀，我店才休息不然我365天我的店我都没有在休息。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自己的喜欢，他自己的爱好。因为这个是从我自己身上的体验。我小学2年级就进校队，然后我是田径队。国中毕业，我已经考到我们南京体校。如果我从南京体校出来，我没有选到国家队，我就出了当体育老师。可是我爸爸就反对，不让我考，他说像小太妹一样。所以我也知道我喜欢的、我爱的，然后我家长不允许。所以在我女儿身上，那她喜欢的，我就尽量支持她。那我也会跟她讲，我们赚钱也很辛苦，妈妈不会让你输在起跑线上。只要你有自己的梦想，你就去追求。我妈妈会先叫我再想一下。就是因为学东西一定要花钱，除非说你找到一个真正不用花钱的，那其实还好。可是其实学东西都需要花钱，妈妈就会叫我再考虑一下，说我之后真的会认真练习吗？真的对我有用吗？因为妈妈希望我学东西不要半途而废，要学就学成精。像是我觉得我钢琴就没有学得很好，所以妈妈就跟我讨论说要不要停掉，这样可能那时候我觉得说。全部事情拥有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所以现在就是发现说要把握好，就是现在有的事情这样。比较秀淡甲，我就顺茶咧煮啊，煮我叫做秀好，就强啊，就在食饭啊，个啦，就暗茶。平时的话都要8点钟左右才会收，然后东西卖完才会收。那今天又是周末，对，然后现在没有什么人了，所以就想说早点收，等一下妹妹还出去买东西，那我收，妹妹帮我洗。这是我们这个店的后面的，因为老家那边哦，基本都没有回去了，因为这边要送小孩子啊，各方面图于福搞下方便啊，不是讲就做年不卡，都是你若会开店家就会下做咧了按对咧，都尽量都凊彩做量都碎啊，照凊条好回来做图生意，也是卖东西咪下方便，都唔使走来走去。
你明天科语论的考试准备的怎么样？啊？还不错，有把握吗？及格就好了。80。啊。我跟我女儿超爱吃海鲜的，因为我们在大陆很少吃到这么新鲜的。内地啊，海鲜不新鲜。外地还好，外地有福建那边过还好。有的时候他上课完9点钟、8点半、9点钟回来，对我们才会等他一起吃。有时候自己煮一煮，他吃也会腻啊，对啊，还在吃外面的，各吃各的，哎，不知道要吃什么啊，反正我吃的不见得他到外面他也要吃啊，反正就各自吃各自。有时候我就跑去吃那个自助餐，有时候就吃个牛肉面，啊，这样子。目前我们住在店里哈，原因其实也有了，对，时间上的考量，对，然后收摊呢，马上可以休息，对啊，然后开店，眼睛睁开就可以先开火了。刚开始开1年半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跟婆婆他们住在一起，然后很不方便的是，我每天收好店要回去，那个时候都是爸爸顾他，一天下来最多也睡6个小时。那干脆把楼上的后半部跟房东讲一下，因为楼上的后半部有房间，对，那就给我们住，所以这样子减少我的时间，我可以多休息，对。可能如果现在还住在阿婆家的话，可能会有点不太方便，是因为可能放学回来要帮忙，还要回去，然后我还要写功课，就可能会有点累。然后现在住在店里面就比较方便，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，也不会有时间的压力。在3年就要结束了，我要去高中的。他要做什么，我从来没有挡过他，我就让他去，哎，要去哪里都让他去，我都让他去。因为女儿不想以后在玉里发展。那关于买房子这个事情，第一个经济有限，因为钱都花在女儿身上，因为我们想把这个钱节省下来，都在培养女儿，还要看女儿她以后的发展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可能会以后跟着她走。如果说有多余的钱，我当然也想买，以后在这边养老。对，这边的毕竟空气也好，对，然后人情世故。各方面的，我们的贵人也都在这边，对。然后上大学之后就看他吧，对，因为他是大学又想去大陆读。不是你现在你要先去想哦，只是一个规划而已啦。真的到时候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这现在也不知道啊。你是先喝汤？最近还有什么考试？啊？啊，英文昨天考95啊。这里是我们玉里的夜市，对，那每个礼拜只有礼拜5才会有一次，所以小朋友都很期待。你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，对，我们的家乡那边夜市跟这边是不一样的，它有规划的，有点古色古香的，然后咖啡厅啊什么都有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看看书、喝咖啡，然后外面的话它也会有像这样的夜市，但是它不是流动的摊贩，它都是固定的摊贩，对。因为就是喜欢夜市的氛围，然后我觉得平常玉里只有星期5会有夜市，所以就很喜欢来夜市。因为就有些食物就有夜市会出现，然后因为玉里是乡下，人去的地方不多，所以只能来这边就是玩一下，就是稍微逛一下这样。我来台湾之前对台湾的印象其实并不深。对，我只是知道说在福建的对面，在厦门的对面这样子。它的环境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，好像台湾蛮有名气的。我没有想象过说来台湾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，没有想象过。对，然后回来了之后，然后才感觉哇，差距好大。
在台北住了1个月的时间，然后就回到玉里，走到这边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乡下耶，比我们昆山的乡下还要乡下，因为我们的昆山的乡下它还有工厂哎，这边没有，这边你要去玩的一个地方都没有，也没有百货公司，也没去哪里都没有了。然后来到玉里，我才看到这么多的山，因为在我们内地的话，基本上看不到山。后来慢慢的也能够去接受，哎呦，这风景还不错，对。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人群人生的呢，因为在大陆我的工作也是这个城市一段时间，那个城市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们是做连锁店的，所以到处跑，对我来讲我适应很快。这种流动性的呢，我们那边有叫台湾美食一条街，对，我以前也有做过，对，跟我老公就是跑会展，我们那边叫会展，它是一个地方1个礼拜，然后再换一个地方，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玉里的夜市这样子，对。可能就是因为我要在玉里读书的关系，然后爸爸也是玉里人，就可能留在玉里这样，然后也有开店，所以就我觉得妈妈应该是因为这些原因，然后留在玉里这样，然后她可能也蛮喜欢玉里的吧。刚开始没有很适应，对，然后慢慢的接触了很多的人与事，然后也有很多帮助我的人，然后他们也很朴素。然后他不会排斥你，不管是台湾本地人也好，或者说第2代的外省的，或者说其他的新住民，有的时候协会啊，新住民协会也是会固定的时间，就是会来访问，哎，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？对，需要我们帮你解决的都有。嗨。Hello， 大哥，1个礼拜见一次。你要吃什么？肉包。肉包，他爱吃你的肉包。谢谢。这个也是我第1间店开的时候，他去我店里指导我。刚开始生意第1家店的时候，生意没有很好，他都会再安慰我。慢慢的，然后就走出来，对。他想说都是怎么讲，出来做这种感受到，都互相帮忙扶持这样，朋友不嫌多吧，用走过的心情去带他，跟他讲，用分享吧。大哥帮助我也很多啦，然后我有的时候店里面忘记面粉忘记叫，因为我们的凉皮也是面粉做，哪怕是下雨天，大哥自己开车帮我送过来。看人家的成长跟我就这些朋友对我也是帮助很多啦，不管是本地的也好，台湾人也好，或者说是外籍的也好。当然，我们对别人好，别人才会对你好。对我，其实我是一个很阿萨利的，我跟我老公的性格都是差不多。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10分的好。像我们家有什么菜呀，有什么的，对，有多的我都是邻居啊，还有好姐妹啊，都大家一起分享。微星鱼，Hello， 1个礼拜没见喽。他把所有的书都姐姐给的。什么东西？微信抱一下才有好吗？抱一下才有。来，你怎么了？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可以抱抱了吗？害羞。对呀。好不好？这给我。这这个姐妹她是台南人，对。然后她是我第1间店的时候开第1间店，她才来到玉里3个月认识的。她在荣民医院做，那个时候做护理师。对呀，对。现在是。我现在一样也是护理师。那我小朋友，我女儿小的时候啊，像她这么大，然后大一点可以带出去，都是她帮我带出去玩。我们带名字出去玩。对，因为我开店没有时间。对啊。
觉得就缘分啊。而且因为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啊，最主要是因为我先生跟他们家就是跟他先生家住的蛮近的，也是课程。对。然后他们好像就互相就都有认识，然后讲客家话，对他先生可以讲客家话，所以就后来就这样子认识了。也许有的人会排斥我们新住民，也有，可是交到像这么好的、这么知心的也是有。对，刚开始我来这边没有很习惯，因为我从都市里面长大，然后一下子来到这边乡下的地方。谢谢。然后我刚开始过来的时候也很苦啊，然后店里生意不好啊，或者家庭状况什么的，这些好姐妹她们都会开导我，然后带我出去走一走啊，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很多的朋友比家人的关心还要更关心你？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交朋友不是说要交很多，对，因为我一个人过来，漂洋过海过来，确实是很不容易。因为他也对我很好啊。那时候我刚来的时候，我去他店里点一份水饺。那后来我下次再去的时候，他竟然还记得我，然后跟我说他上次水饺忘记给我酱包了。我想说啊，怎么还会有人还记得我水饺没有给我酱包这件事情？啊，我觉得人都是互相的啊，你对我好，我当然也会对你好啊。而且我觉得族群大家都是一样的啊，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个体啊，所以我觉得不分你的祖籍是哪里，还有不分你的国籍是哪里。对，我觉得只要大家就是可以相处在一起，其实就好了，不用去分说什么国籍之类的。哎呀，好，我想抱抱好不好？抱抱好。哎呀，你这个脸这边是又撞到凹陷了，有吗？这边呢？还是你？因为我们种的菜都是季节性的，对，都是当季的菜。然后，有的时候也看看家里没有种的、没有的菜，然后偶尔也会想吃，然后就会买一点。老板娘，我要2个。我看我老公都是买老豆腐，对，不然就要用硬的，硬的比较。我发现台湾的市场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，对，花莲的也是有这样子，对，零零散散的，对，有的说有的这个里面还卖玩具，小朋友的玩具，市场里面也有卖玩具的，因为我们的规划它是，如果说卖菜的，它是整条或者2条、3条，这边全部是一个区域是卖蔬菜的。那如果说是禽类的，像鸡的，它一定要在外面。因为我们那边是现杀的，跟台湾的可能又不一样。台湾的是在屠杀场里面杀好，然后才会拿到市场里面。然后海产的、卖鱼的，都是它在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有分，各有各的味道。对。多年的朋友啦，在那边摆摊。卖饰品的时候，对呀，对，认识。然后我回大陆也有学一些编这些手工，像那边的那些袋子。然后我第一眼不知道他在我对面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市场停车场嘛，看到他。姐姐刚开始也是摆在那边，我看到他就一般的一个小女孩，只有卖一点点小饰品，我就说你要不要来看看我的东西？我的东西那么漂亮，然后我拿一些给你寄卖，比较有那个利润呐。刚开始他没有跟我讲话哦，对，他在我对面卖，就好像我们是同行一样的。然后他看我背着妹妹，那个时候妹妹才6个月大，然后背着她在卖。然后他说：“你东西就这么一点点，你要不要姐姐的东西寄你卖？单价都他帮我定的。他说你不能低于这个价格。”对，他就在教我怎么做。我的店，他的家在我的店斜对面，就是我第一间店的斜对面。我都有看到啊，有时候他客人一来忙的时候，他也会来帮我吗？有时候一整店他就打电话说：“姐姐，你要不要来给我帮忙？”然后我一打电话回去我家里说：“老公，你来顾店，我去帮忙他一下。”然后他就是这样子辛辛苦苦这样做起来了。是他有一个好老公帮助他，然后2个人都互唱互随啦。
他也很照顾我啊，有什么好吃的，他也会拿来给我吃哎。他们都很疼我，他们虽然有的也不是玉里人呢，是台南的或者高雄的，对啊，就是他们的子女在这边做老师了，对，然后像我刚开始开店，他们一样的都会来帮忙，对感情，对玉里的感情还是有的。风色向进修片，唱声向共送，唱色向共送。我这样子练是因为我要考客语认证，大班还中班，老师就说可以去参加客语朗读，然后老师就觉得我念的感觉有头有尾，他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去比赛？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比赛可以去表演，然后我就去比了，然后好像就拿到了第3名吧，这样。你像我回去跟我找我妈，我们都是用客家话带她那个对谈啊。你跟我兄弟姐妹也是用客家话，啊，嘟嘟就跟他就讲国语了，习惯了。重点是他没有给我妈妈带大，如果给我妈带大的话，哈，他就很会讲。录影机，客家话怎么讲？录像机。今天为了他考试，今天店特意休息耶，为了他。哎，庄天志，那你客语认证考试准备的怎么样呢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有信心吗？应该有，应该有。你确定呢？应该。啊，那这次你要加油哦。我目前的生活都是围绕着他在转，然后就是赚钱养他，对。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妈妈的就是不要让你输在起跑线上。你等一下要考试会不会紧张，庄天志？不会。前面就到了玉里高中喽。你的准考证号码是多少号？看一下你是第几场次？A75。第4场次，第4场在这边，2点钟就结束了，加油！啊！他接触客语啊，就是从大班开始，第一次参加客语朗读比赛第3名，后来就参加我们玉里当地的桐花仙子选拔赛的第1名，然后就慢慢的就接受客家这一块语言这一块，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老师也看中他。那个时候因为跟婆婆住在一起，所以他那个时候讲客家话还是会讲的。你觉得这次客语认证考试题目简单吗？还很简单。简单哦。简单。那你有把握吗？应该还好，可以。可以。大概自己感觉能考多少？75到80。75到80，那刚好过关哦。对，你没有很自信吗？其实还好，也是还好。你们要考放站上这边。没有，他没有放太高。你要考1米啊？嘿，因为今天很难得女儿参加客语认证考试，所以陪她店里呢也休息，然后就约几个好朋友、好姐妹来这边聚餐，来烤肉这样子。大家也好久没有聚了，然后小朋友也难得聚在一起，对。1年可能像这样的聚会最多2、3次，对。
哎呦，好腌呢！老公，你不腌吗？你可以站这边呢。哦，我们大陆那边没有像这样的烤肉，因为都是在我们说的公寓，对，也不方便这样子烤。我姐姐听说我们中秋节烤肉，有的时候会跟他们视讯啊，她说很渴望来这边来烤吃肉看看，对。因为在大陆啊，像就是韩国烤肉都是在餐厅里面烤的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好咯，这个烤焦了就不要吃了哦。来，这个是我的客人，对，来我店里常常来我店里来吃，他最喜欢喝我的鸡汤，然后吃我的凉皮。认识他很多年了。对啊，一开始就是喜欢吃他凉皮，我常常都觉得我像男生，他比我还更阿莎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很直接讲话的人，对，就比较不会好像就是有心机那种感觉。他的个性就是很海派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同乡的姐妹，她是福建的，这个也是我的姐妹，她是成都的，对，跟自己家里的姐妹是一样的那种感觉。那这两位，我们有什么话都讲了，不管好不好，我们都会讲。对。这个很快熟啊，这个温度那么下去。花莲的土底会黏人，好像有点含义在内。对，因为老公这几年一直跟我想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去宜兰啊、板岛那边去做？因为我们的客人很多都是从那些地方来的。哎，我们那边人很多，你们可以去我们那边开，生意肯定比这边好。我有点不想离开这边的，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了，我好不容易把名声打起来了，然后我这边有很多帮助我的人，大家都帮我当自己的姐妹一样，有的像矮一截的，像我妈妈这个年龄的哦，对，他们都很疼我，然后我一个人漂洋过海的过来。对，大家都很帮助我，所以有点舍不得离开玉里。对，我是吴海卫，我来台湾已经生活13年了，虽然有点辛苦，但是现在生活越来越稳定，我也已经很满足了。希望大家在人生的旅途中能够一路顺遂。妈妈，我来这边是看我的婆婆，因为她说她年纪太大了，然后比较害羞，对，所以她不想面对镜头。对啊，这两边还痛吗？还痛哦？腰尾袂痛啊，未喐過啊。手半支白鐵，你洗好性該洗好性就貼上去。给我准不得天天貼啊！不能超过8小时哦。